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欢迎收看《福气乐业》。青岛的料理啊，拢会用到麻油，不过大家有想过无？安尼细细一粒麻的，会用变做一罐一罐的麻油呢？喺高雄面有一间传承100年的麻油店的哦，更加已经传到第4代的。今年韩国100年啊，无变的呢，都係今年的好品质。不过一间店的地位有2版的历史故事，也係講今年對未來有2版的規劃呢。今日呢，我哋特別邀請到第4台的店主吳正健哥來到現場，來同大家分享一下今年店的100年麻油故事哦。馬上來歡迎佢吧，歡迎正健哥。主持人你好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我哋對高雄民來吳正健。正健哥，我先問一下哦，頭有講到店的方已經到更加第4台有100年的歷史嘛？最頭下時間係哪個時間開始做麻油的啊？我哋喺對民國前20年開始就有一個油廠。對民國漢前開始嘅時間就有嘅哦。錯。哇，嗰時間出現老一批嘅用品會上講來做麻油啊？依家啲民農嗬，因為旱地嗰度，所以種嗰度麻嘅。所以早期我哋民農最多有4間油廠。我接觸後呢，我就想講我哋請做麻我哋會有一個油廠。所以我就翻我哋族譜就有記載講。19世工、變化工，以下因為你台灣的按個我哋本身嘅天啊就種唔乜東西，所以那是也有廠安尼。嗰時隻族譜地位真係會有寫呢，我哋做工有咧真係厲害。挺神奇。哎呦哇！不過嗰時隻真係講我哋老做工啦，吼辦到唔啲。米咧地方都係共用啦，都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嘅部分嘛。嗰時嗰時節種無麻嘅東西，將會種麻嘅，走嚟做麻油，係安尼嘅原因。錯。安尼傳到更加第4代，算可以咧家族嘅事業嘛，吼。安尼係唔係萬世正健講有自家有參加一個做麻油嘅工作嘅？以前咧啊，現很細啊，譬如生意能搞啥嘅，我就嚟搞麻嘅。睇現啥啲做些，我就提升了天數到結種嘅就天數分較多，一直都太好嘅，就完全所有嘅廠師攏學我嘅安尼。嗰個萬世人家搞嘅吼，拖其他嗰種玩具，喺其他東西喺搞賣，昂貴嘛，喺搞，真冇簡單嘅。不過唔知家都搶做嘛，有做過其他嘅工作嗎？我當畢業還有做過網咖嘅工廠師，兩米端正1米嘅，1米嘅還有做過保全公司嘅工廠師，有一天咯，引體組裝嘅公司。雙方嘅工作嘅經歷也幾多咯，我係咪做啲國外去呢？可以上就會多次看下你啦。不過做乜嘅好市民會想講，在中國到盧卡來接一個家族嘅事業呢？以下就多老人家身體唔好，就想過來照顧老人家。油廠本來係咧我聽你阿哥食嘅，如果佢上就過身咧，所以兩萬就本來我就想講。其中有短暫強迫一百其下專業，因為冇人食嘛，爸爸中風，我就想講，我就做像我爸爸一樣嘅，就兼差安尼，假日食麻油，平常是上班安尼，所以就跟油廠接下來安尼。嗰時節過來都我嗰接嘅時間啦，唔共用兼差嘅方式嘛，都有真實嘅工作有閒嘅時間來做麻油係安尼嘛。一直以來，我哋油廠134年以前來啊，攏係安尼，因為我哋台灣人生麻油時間攏冬天時是較多，所以年咧嚇我哋水路冇咁多，所以一定要請鐵路鐵路來賺錢，咱可以過日嚟安尼。原來安尼，我講我哋都唔知講，真係我哋做麻油原來還有分嘅季節咧，有淡季同旺季之分咧吼。你哋做麻油都更加嘅包裝啊！我看到你哋基本上有帶來一個包裝，嘅包裝方有變化嗎？早期我哋麻油係咧就安尼，就一般咧就紅嘅，用黃麻骨安尼計洗啦，就安尼賣。最早嘅時間。對到民國88年啦嚇，我就想講，我一本買我哋東西，底下買嘛東西，所以我爸爸講，我哋成本。我哋冇存幾多，冇花很多錢去包裝，所以我就嚟高雄市一個印刷廠講，老闆，我要最小嘅貼紙，用個做，伊就講，
单色印刷，就像安尼太包装用诶，黄色带红色丝，就刚安尼一些slogan写上去，遐下蒙俺妈妈遐个 logo， 就凊彩叠一个写咧黄丝，就安尼就印上去诶，就安尼剃推标签安尼。好，嘿，还有啥物咯？迄个头头怎样讲？有讲到迄个标签 logo 当过诶，迄妈妈。嘿。哦，你万会想到用妈妈迄个意象来做迄个包装咧。安尼伫2014年安尼又从推出第一种轻麻油，就会炒磨按熟的麻做的麻油，拿来分开一下炒出来，一下就是用顺序来换一下标签，一下拄到亚松亚哈迄时候有讲妈妈翕相片，就想看到遐种，妈妈翕麻油的相片，就看到就遐种，可以当做俺的麻油从传承的标志安尼。讲多种来讲，因能会用遐个做标签，迄咪同人自家卢卡坚持迄个理念啊，也系讲品质也方面有相合的部分，怎拿来做遐个设计的包装？冇错，因为对点麻要做成油但蛮困难，所以就会一步一步来，一点一点安尼干嘛要挤出来。所以我慢慢你麻油的标签就安尼，就天天的，就可以坚持的精神安尼。最头下的时间。开始做麻油的时间，卢卡有坚持讲一天要有做那种的品质啦，也有坚持某个目标的理念冇。我阿公伊遐有讲，伊跟我爸爸讲，爷奶要食唔怕啊，因为做嘢个方过辛苦，伊遐系用人力去炒麻来食麻油，所以讲，迄爷奶要食做得，才可以买一种油，就会纯的麻油。做唔到就冇买熟的，蛮唔怕的安尼。一定要本人家好品质的麻油，像真是纯的，像冇落嘛个东西的麻油，才可以买。冇错。对阿公个时间就有一个坚持都更加。又要倒台。真是有个阿伯那个冇，要买好。不过工作上头有谈到之前讲，小嘅麻油还有分一般的人。看到的一个糊的麻油，又讲迄个新的轻麻油、强的麻油，两种有冇个差别啦？其实两种油拢系用无麻来做的，炒分别就是炒熟土冇相同。无麻油安尼炒可以炒8-9分熟，强麻油就会炒5分熟，就来做芝麻酱啊熟土。一般市面上的香油就会用来当轻麻油，大概5帕。一推大豆沙拉油，拿来做香油。也种就会做香油来用，就是拿来炒菜啊、凉拌啊、煎鱼啊，拢可以适合。原来嗰时也个强麻油，系讲佢喺炒嘅磨按熟嘅麻来炸出来嘅油。市面上嘅一般嘅香油係含有落其他嘅沙拉油嗰種嚟做嘅，也個搶冇落其他嘅東西，就搶麻油。原來你跟米土風有差別嗎？其實米西上傳統料理嘅做麻油雞啊，麻油煎雞串啊，用無麻油較少。因為喺你2014年有混油事件發生咧，就想講嚟做紅油分嚟消費者，對，拿來炒菜啊，拿來涼拌佢適合油，所以拿來做一種油安尼。不過近間頭到之前有講到嘅食安嘅問題，太較輕鬆啲嘛。你麻油嚟講，佢對人嘅身體健康也算有真有幫助，天然嘅油嘛。你佢睇營養價值好，一般嘅人自家做出來嘅油，同市面上嘅有乜嘅差別嗎？一般啊，麻油伊含佢豐富嘅不飽和脂肪酸，還有維生素 E。所以對人體的食來講對心臟啊、血管啊，那種保護的效果。維生素 E 就是抗氧化呢。所以對人體的食來當然適合。一般市面上嘅大部分係有推到沙拉油，就較唔健康。有的甚至有推收水油，地溝油安尼，所以食的就都冇健康安尼啦。嗰時就係講新聞報道有報道講嘛，見人會落個磨好嘅油，不過人落到磨好嘅油，其實應該食得出來吧？其實經科技研發睇到其實是冇賣出來，因為電動含比矮油較少，因為有個點個香精啊，所以食得比較少，不過
吃餐无健康安尼啦。嘿。那一般来讲，咱假使讲用麻油啦，来买个麻油，咱自家会用办去混的，自家就用安尼看得多的用办去混，他们就是只下可以用办去混啊。其实呢，假使按都有来讲吼，其实真是困难分配啦哈。有一种方式啊，就是唔干麻油啊哈，就装个树皮方啊安尼啊。命中什么化妆用的，因为真实的麻油会吸在人皮肤底部的。有会吸进去啊？会吸进去，迄油退到油的话啊，就表面会一层啪啪的，就像打沙拉用的嘛，会一层啪啪的伫当果安尼。你讲好的叫会吸进去，个无的叫会当果的啪啪啪啪的出来，泡沫出来安尼。会有跑出来啊！会有跑出来，我真是的哦。安尼可以真的是，可以试看啦。原来是马上过去，问俺妈妈，问俺这个，都开始讲来吃一样的模样。唔过也个麻油啊，佢安尼，假使讲安尼摸买到好的啦，一般的保存，佢有冇个保存的方式吗？一般迄纯的麻油吼，就正常安尼不用做的，唔是看变相。就离50度也较严些就好，伊就唔会变质。因为俺哋生产在锅上啊，伊还咧算低温，所以佢油偏过稳定，唔会油过太偏化呢。唔过之前个条都有讲到人哋咧 logo 有介绍一下人哋麻油，我看到有啲清神奇嘅东西，想我问一下那个，人嘅米浓，喺人哋家嘅名嘅嘛，吼，人哋米浓，唔过嘅南头河喺人点嘅名嘅嘛。怎么佢会用暗漆迄个？唔系讲南头，也系讲南河，因为南头河有个名嘅呢。其实南头河系咧，人路卡地名，就人有晒两边。南头河系咧，之前人行路买麻油咩？打做人咁讲我来呀，然后讲我南头河打麻油，样就变成人哋地名嘅咧。嗰陣嘅興人最頭下是一點嘅味嘅，迄條南頭河有個鋪咯。係錯。嗰個叫嘅就變咗人哋點名。係錯。因為他講人哋過去奶打嘛，又叫去南頭河。係。人哋面農嗰邊係有個設置咯。有。青貼片咧，難怪有個名嘅，真是冇嘛談過。真神奇。哇，觀眾朋友，談到鴉片啦，真是感覺有個幫人的麻油點咩清神奇呢？唔係講麻油人還有按度分別、按度知識咯，將佢哋用嘅體名也可以變做佢哋嘅點名哦。更多精彩故事同麻油嘅知識，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。休息一下，馬上過來。觀眾朋友，聽講啊，做麻油係個真辛苦嘅工作呢。用辦辛苦，到底係辛苦喺哪呢？更加人繼續來請教曾健哥哦。曾健哥，應該有講到講做麻油嘅工作係一個真辛苦嘅事情嘛？到底用辦辛苦，可以同大家來紹介一下冇？對條道米同大家好好來介紹一下。好，對麻都變成麻油吼，我哋先炒，炒熟嘅愛散熱，散熱起來吸面。下面迄个再隔水加熱，再來包一塊塊麻餅，包完再上油壓去壓油，油壓迄個呢要比成袋係那個你咧做紅紅買盆較簡呢。糖紅嚟一步一步嚟，真簡單嘅，唔講講嗰度分步驟冇咁樣而已啊吼。唔過真實嚟講，佢是愛炒，睇咧愛炒嘅麻嘅嘛，做冇？係炒麻嘅愛炒一嚿啊。大部分愛炒點半鐘，短啊，點半鐘冇真久啊。用板炒呢，一般係用太棒條按嚟炒嗎？也還有其他嘅工程嚟做。我哋用太滾輪按嚟鑊爐嚟炒，用火用柴水。唔係用瓦斯？冇用柴水。做乜嘅會用柴嘅個？睇咧我哋古法一次嚟弄按嚟，睇嘢我按嚟較好掌控也火嘅態勢按嚟。
哦，啊，唔免讲用瓦斯炉，你看人哋都咧开关，安尼转一下都太细都可以自家转的啊。啊，你跟小条的，然后拿出来，塞进去，然后讲个假条的，这样可以帮佢控制太细，系咩安尼？嘿，按过也系那个细微工作人，哎，好个佢叫人学的。哦，我要超过4点钟超唔好。啊？因为惊啊火太太一下晒出来，火一边太嘛细，所以。安尼一窝嘛炒去4点钟安尼。条都讲，真是要炒的人吼，炒点半钟都炒的，按炒的4点钟。炒4点钟。唔会还冇炒熟，还系讲炒到4点钟的全部炒去出货来。就会冇炒熟啊，就讲出货来，所以就进晒出来，晒二晒出，炒4点钟还蛮熟安尼。啊，哇，4点钟呢？啊，都其他提嘅嘛，应该唔会粗炖的炒嘛，说其他提嘅4点钟啊。就是中炒嘛安尼。嗰啲白會唔會學到嘅時節都講哦，我唔會炒賣。真困難啦，學個3萬叫。差唔多學叫啊。哦，差唔多學個年半到2年。哇！我說，有學到真是愛可以有個人講廚師有個師傅講，真是冇簡單嘅，有個炒賣。啊，你炒賣炒好嘅，海鋪喏，頭都有講係本地都總比綿綿嘅。炒熟嘅愛比散的，啊無溫度一下貼高啊吼，嘛講出來嘛會貼糊，哦，安尼會比雪鐵器，哦用大地嘅鐵器哦，該瞬間該降溫降下來安尼。唔係講表啊，大家本嚟天天嘅安尼翻，本嚟散的，行可以倒出來，倒體內烘。係。啊，真是有一個鋪仔喎。有，就太面積安尼一下。溫度就會降下來，降下來，我哋再給吸麵來，吸麵來。哦，像我媽媽以前咧嚇就吸麵啦，哈，就像以前人種麻糬用嘅，係用人工嚟給烤麵來，哦，所以工作分量唔會幾多，啊，我食素嘅就用機器較強嘅。好似麵係用機器嘛，啊，最頭下嘅時候就用人工嘅方式，啊，人工嘅方式，啊，你吸麵來。交到面來100，我吸1 Q 啊！啊，你100炒應該炒千太量吧？所以以前像用人工嘅話，吼產量咁咪細。所以我媽媽以前有跟我講過，以前伊食麻油啊，吼，人帶麻來食麻油，伊啲等，因為等佢叫嘛，一等到下煮台。啊，當初啊就要注意傳搶顏色，因為冇可能喊人故意，所以就。跟人食麻油，而且是一層飯咧。第一擺談到人客來，啊搶人食麻油，啊還會搶跟人客來食飯咯。哇！因為以前食麻油貴啲咧。哎呀，所以咧，真神奇嘅傳統咧，吼。以前係人家自己帶麻來食麻油。哦，係安尼哦。錯。啊，貴啲嘅時間啊，搶麵來啊之後咧，搶麵之後都可以直接來炸油嘅嘛。為了要提升下炸油率，所以我們會隔水加的，大概溫度提升到70度。然後再包幾塊餅安尼，包好讓松油去壓油安尼。啊，你睇個包嘅餅嘅時間，有某個特別嘅方式，也係講，我包啊，等輕輕嘛，安尼都可以做得咧。以前我爸爸有陣時用鑊棍啊，用稻草杆，啊兩面我哋用紙包嘅話，吼就包得較成型啦，係較太快安尼。包好啊，差唔多一百炸油都一道開啊。100炸油嘅8塊餅嘅，係。包8塊餅。包啊，安尼嚟炸出來100都可以炸出來嘛。100就炸量就差唔多，啊，我哋會再給吸麵，一股拿出來再吸麵，再炸天一邊。哦，炸最少會炸2邊，但唔會弄係全部油咁可以炸出來。我炸天一邊哦，裏邊還有差唔多30%油炸唔出來，因為我哋嘅工法就係安尼。像我阿公演一時頭要炸4邊5邊，哦，因為演一下工法吼，用較手工啊吼，要炸較冇油，所以炸個久。哦，安尼油炸出來，正經個炸下來都頭都唔講嘅層帶嘛，咁可以來裝嘅油同埋裝瓶安尼。係，因為我哋工法吼，炸出來油還會有芝麻碎末，還比層帶係那樣啲硬嘅，買袂太假安尼。哦，唔係講同大家講，你看人家底部還有18的芝麻碎末，真是人用麻炸出來，證明說我們親師拿全部都麻安尼。下擺冇注意，剛剛我有一些些。哦，這一些是唔怕啦，就像洋香嘅口感，
而已嘛，不会影响到其他个品质。啊，不过真是个一些些水膜都可以真是讲，人哋咧麻油迄纯诶，无落其他诶，真是用人安尼炸出来诶油。哦，安尼糖烘落也安尼按豆诶铺烧底杯啊，真係講能按久嘅時間吼，專門嘅嘛嚟請教一下，一按豆鋪燒底杯，能感覺啊，養香麻油嘅香味啦，也係講品質最大嘅部分，哪一個算係講人講咧最重要嘅關鍵？當然麻油嘅品質哦，剛剛就第一步啊，炒嘅熟度，就養香麻油嘅香度，像我哋嘅講法就係炒到個極致，到8-9分，就淋嘅，嗰一絲絲就糊嘅。按嗰一種嘅麻油最少，醬出嚟油最多，安尼。哦，難怪人嘅麻油會有按好品質，因為人追求人像日本人嘛，佢哋會追求一種極致，炒一些些都炒全部出貨來的按尼。係冇錯，係。難怪人嘅好一擺吼，嘅炒麻會好2年嘅時間，因為炒一些些都全部按油度到講。有超18個嘅夢，這個係經驗底杯。哦，有啊，除了我之前講係超過4點左右，係咪超過出貨嚟咧啊？就會我就感覺差唔多1 cc 咧啊，想講再加1 cc 會較香。結果打多2分鐘，馬上下出來一批就出貨嚟米絲嘅。一批都全部磨下來。係就做唔得咧。哇！啊，嗰時節你卡爸爸媽媽有同講，人家嘅有同。嘅訓話嘛，就講下一陣要注意啊，就火候掌控嘅問題啦。好。哇，真是炒麻算輕鬆有嘅步驟，不過也無簡單嘅吼。啊，你自家睇個，炒個1久嘅，你自家剛講，可以很有把握，說穩定炒出來會好嘅啊。就差唔多1年，炒1年左右，就剛剛做得咧。我爸爸媽媽就還在省得更加半年，年半可以，也在風行一泡茶，跟朋友聊安尼，不要幫佢炒安尼。你看明年都會炒嗎？迄時有學啦，不過也要學個久，無按叫我出事安尼。真是行有啲經驗啦吼。你真嘅講，頭都有講除了迄炒麻油，嘅炒麻，迄做麻油嘅清關鍵嘅啲步驟之外，有人講原料也係清重要嘅，做冇？錯。係啊，有人。以前米農都有種麻，點解人係用嘅係自家米農嘅麻嘛？我哋工廠對民國70年以後就用進口泰國嘅麻，因為民國70年以下就一個段落就，咱台灣人種麻就數量就跌下來，跌過多嘅，太唔多麻。係哦，種麻嘅大家會想講唔可以嚟種麻，因為種麻要幾多工，從種。除草都採樹攏係人工，冇像種禾安尼有機器可以聽樹，所以有幾多人工，所以大家就唔係種麻咧。生人呢啲部分清楚嘅錯。哦，你唔講，人頭都要講到係用泰國嘅麻嘛，除了泰國，還有其他地方嘅麻，人有用過嗎？其實攏有吃過，有非洲嘅，有印度嘅，有緬甸、越南、柬埔寨。我哋吃過了，就泰國嘅品質跟台灣嘅最接近嘅咧。不過品質最好嘅也係台灣嘅。係差唔多，你人種嘅麻更加好，無人係種嘅。聽講真係講，你自家為咗按呢，係去從事嚟自家富裕嚟種台灣嘅麻係咪？係。種麻嘅自家會想到嚟種嘅啊？因為我想係咧做麻油2級加工廠。我哋130年前米農種過多麻，所以我就想講也技術冇流失去。我就想嚟幹嘛種過來呢？不過看到以前聽講70年之前都冇種麻啊，人愛種應該冇咁簡單吧？係啊，我哋以下講嘅種麻，嗰度太陽山都真難啊。講按講乜個人種嚟種麻，因為麻嗰度工，嗰度公司，所以等到我哋種嘅下呀，嗬。天一團先讓人哋，天一團人就跳下來，跟人講也還是用個種麻咧。每一間嘅方式都冇嘛相同，講大同小異。我就跟抄筆記，每一間咧種嘅特殊工法那個記得。嚟試看下先。就嚟試看下咧。哇！
观众朋友，唔看自家做麻油冇简单，不过做到后生米还会自家来种麻诶，嘿，也个真是都冇谈过的哟。啊，不过种麻真是有咁简单吗？底部有发生乜嘅故事呢？让你休息一下，继续同大家来分享哦。前面听嘅曾言哥安尼分享，大家系唔系感觉真是做麻油系冇简单呢？啊，不过做麻油冇简单，种麻更加冇简单哦。唔该，种台呢差唔多100年嘅麻，按用把去浸过来，种过来呢？曾言哥，你看种麻啊，唔讲米农之前都冇睇种嘅嘛，按人用把去浸嘅种源啊。种源安尼对台南改良场拿来种嘅安尼。哦，即只去前嘅农改厂嗰片，今年还有播嘅种嘅，啊，今年聽到唔講，來平內種嘅買嘅時間，今年有同講，做乜今年會想到來種咯？係啊，咁能人。亦嘛，感覺佢好奇講，你做乜想來種買安尼啦？啊，就佢講安尼，米農以前種過多買，啊，想佢種過來安尼。啊，今年聽到有同分享講，你今年能去種，有乜嘅其他可以資源同人聽數嘅，有同人分享嘛？因為一般建用慣性農法，所以搞我嘅方式嚟參考啦。啊，因為我考慮種嘅我就想講用不施農藥、不施化肥嘅方式嚟種，所以就按照這個步驟嚟行嘅。哦，啊你能種拿到種嘅，啊你能幾多路卡嚟種？啊，第一擺種面積差唔多幾多啊？第一擺種2分。啊樹上係咧爛。啊，第一排種手上嘅人，即真是會安尼啦，因為第一排種嘛，不過麻誒，你拿過來種，嘅奶有限制講，一定會哪一種嘅土嘛，土質有限制冇？我哋前排水較好嘅田地，因為麻係咧旱作，所以伊排水嘅幾好，能上到好安尼。佢先是排水嘅，佢從嘅冇佢講，冇會是水，佢唔會水嘅。冇相同。啊，你人台灣咧麻，人種嘅品種有幾多種啊？一般麻種有8個種，啊，人哋係用台南1號嘅吼，就會葉夾有3個夾，所以產量較多。啊，像南美洲嘅夾，像1夾嘅，就產量較少安尼。哦，嗰種人就用台南1號葉嘅品種。哦，啊，人種頭都講2分嘛，第一擺係爛，啊，人種到1多擺嘅時間，當有嘅一個數字啦。哦，種到第3擺吼，咱可以簡單啲講，挨嘛種出來。種出來係種出來咯，啊，個品質有達到你自家嘅理想嗎？有哦，天天嚟安尼照自然農法嘅步驟來照顧，真是種得出來。種得出來。啊，品質也夠好安尼。冇錯。哦，啊，全部係你自家一啲人嚟磨嘛？其實我講我種麻跳下來吼，就有會上嚟加天數。跟頭講野松也會上嚟，個還有。劉文峰，伊係人推過來，我就想講，我哋有較唔地西嘅去上來個種一種自然農法，啊，可是我種一下，雙田佢食昂然啦，一樣不就推給朋友介紹，給一下總部唐鎮縣總部辦公室嘅助理蔡培慧小姐，伊個引介浩然基金會，浩然基金會它有一個小農計劃。就講我指出在地會上來用友善種植的方式，跟在地嘅農作物種起來，俺就會批下個桑葉，批俺哋行嘅桑葉咧昂嘅路，就天天嚟跟一個自然農法佢慢慢佢學習好落安尼，多2年多一下安尼。哇，安尼談好來，你算係每年自家一個人嚟種麻，係一個團隊做嘛？係一個團隊，係。哇，你人嘅時間幾年嚟攏睇嘅田裡面吼，人講鹽嘅地方睇磨痕嘛，都像菇嘅麻。係，就麻就最驚臭啦，驚臭用來，所以最初期下
就会喊他个向来帮错，帮闺女来错安尼。佢係印象最深嘅吼。係啊。伊聽我用人工，安尼伊咧幫做唔得用機器人講嘅個劈錯機啦，安尼就劈。係嘛，冇辦法，因為馬很細細下呀吼，應該同聲佢睇下吼，也馬就上唔好，所以佢聽聽啊，佢聲音嘅出錯安尼。想請教一下哦，有個係。真係個有個興人種嘅賣嘛，做乜走起嚟？賣喺啲地杯有個地杯嘛？係就係夾嘅地杯。夾嘅地杯，伊成熟嘅話別可能人哋洗當初洗最早下，人多漿用棍嚟烤，就跌下落嚟安尼。還可以用棍嚟烤安尼哦。係。哇！嗰種佢熟成嘅時間後，佢唔會打開來。熟成嘅時間係唔會比最快，再洗個一兩禮拜洗比最早嚟。佢早嘅時間，咱會自己逼開來。冇錯，係。安尼我注意呢，冇等下熟成嘅哦，冇注意到儂油啊，佢都跌全部跌漿。儂跌喺天橋上係。安尼賣種下去嘅時間，用用嘛，用椰得嚟嘛，還係用別嘅方式嚟種啊？就固體你嘅智慧啦，我哋就一斤買上20斤嘅沙。個膠膠咧，較平均，按椰較冇有。唔係將椰嘅種嘅，還會落嘅沙嘅。係會落沙嘅，七百糖多呢，真是種埋有個感覺挺神奇呢。種嘅時間按久，喺地杯過上地杯啊，這個真係講，這個感覺地杯可能最困難也係幫影響過程咩有乜嘅故事嘛？其實我哋最大問題就係面對錯誤問題啦。因為我哋有好幾擺錯放嘅係，有落雨，錯雨用上嚟，放兩三邊錯。有放同冇放中用啊？相同冇放用嘅係。做白人講啊，做白講啊，第一年放好，就強嘅，第二年落雨，第三年都長出來。就從做邊用嘅，前面放起來放到兩面，前面錯又長起來安尼啊。哇，安尼真係幾辛苦呢！看到佢，我咪看到後尾所講啊，唔會放嘅，見放都見長出來。後尾會安尼咩啦？就不用意安尼啊。哇塞，安尼真係個種麥嚟講啊，更加台灣種麥嘅人嗰度嘛，有嗰度嘛？一般見台灣傳到台南嘅時港，嗰個屏東嘅恆春，還有較大面積嚟種麥，因為也有兩片天嚟吼，冇適合種其他農產品，所以研究嚟發展種麥嘅產業咧。頭安尼講啊，上當面到一件事情咧，種麥叫佢內質個早一些咧，排水個好嘅，安尼麥基本上佢品種係有多冇？韓國多啊，因為也馬亞個嫩啊，蟲啊個好食，所以對對初期發芽時節，佢講蚜蟲嚟食呀馬亞安尼。安尼對嗰種蟲嘅，你自己有乜個方式來處理佢嘛？我哋還是用生物防治法，用載育油安尼來處理安尼。本給安尼個降低，冇法都好全部啦吼。很本給試一下，本給食飽嘅記錄唔係幾少來做。其實真是種麥，你看佢要內質要限制講，要排水好，要品種還要除臭要人工，真是唔能自己種。唔路下一年都等安尼種麥，佢哋唔會講麻煩人冇種啊，冇種啊。其實我還記得我愛種麥養父，我佇示範下講，爸爸講我愛種麥，那爸爸就點冇講法，就講想講哪個人做愛種麥呢？所以我開始種一下，沒用切卡路卡天來，安尼都會請人的天來種，就慢慢地種個天上癮，睇人常常感覺安尼認真上來行一條路。咱來本來用到下天啦，因為我下半面都就像睇人才就會想嘅人啦，像講也係呢幾辛苦嘅一條路，我愛幫草啊，愛人工樹啊，人工靠，都變成油呀呢一條個長嘅路啦，就想嘅人啦，所以就出去會反對啦。後尾可能種咧有心得嘅，有成果出來嘅，跟人講
可以支持一下，无本人个按辛苦，错冇？嘿，错。对，你看已经做炸麻油已经按辛苦，还会这个敲下去做个辛苦的做麻，啊，可能会说我来用按哦。啊，不过真是种出来，可能也有一个希望讲，某一天。放年之前哦，在放年之前，其实2年之前嘅面容哦，全部种麻嘅情形，可以再俾大家来看到。啊，人哋自家栽又係人哋自家神山嘅麻嘅，有嘅係一個幾好嘅事情，好冇？冇唔錯，哦，啊，你頭先有講種麻嘅時節，係要同後生嘅合作嘛？啊，人更加係要同蔡天人合作講來推動一個食農教育一種方面嘅理念嘛？其實咱開始種麻開始吼，我就跟葉松也非常嘅可以檢定，很多葉松也下點，啊，地保就有我哋在地嘅友善嘅農作物嘅農產品，啊，我以下就面到講，用一本研學哦，我哋點吹過3分鐘，我老一天意思咪就這嘢，就剩下就用我麻嚟做雙氣鈴，本研學拿到雙氣鈴。伊計算是適合5分鐘，所以就第一個點撈5分鐘。一粗皮嘅規劃，到2米嘅就第一個工廠跟太學生，或還有親子團，有一人喺工廠嚟炒麻嘅。即家來跟麻對冇米絲炒都有米絲，都熬啲最後有芝麻香出來。再俾做芝麻醬帶過去食。有一種食農教育俾人。看到第一排看麻，上到麻嘅樣式，跟人解釋講，麻中海東蘇杭可以食自磨吹過120年，冇咁簡單。係啊，今年書上有請今年鄉下來書上冇？有啊，喺讀到我書上嘅時節，研究下就行人來聽書，嚟體驗一下安樣嘅書，安樣烤，因為烤下喺動書台，唔係講羚羊腿，因為羚羊腿烤下也假會輸正義。也麻烤唔出來，還有時間的限制哦。所以難食人講一頭也冇種麻。真是你條按拉的時間這樣可以來烤麻。哇，安尼真是個神奇的活動呢。我參加一天我先預約吧。數麻因為我去幾天數麻就要1禮拜嘅，都會研究下，因為了聽書完了。限定版中的限定，限定版中的限定，好有緣分，好有緣分，我唔怕3萬大天發都抵嘅，睇唔睇啊你？哇，觀眾朋友，唔看今日堂嘅用板來做麻嘅，哇，真是冇簡單。不過做麻嘅，佢能真樣個，佢能花按多心血、心力來賦予麻嘅，真是。喺我哋面農一個地方啊，也甚至於講台灣一個地方，得到其他的一件事情咯。這個種出來做農作物，來做一個產品，真好呢。也希望大家有閒來去面農留了嘅時間，可以去體驗一下哦。用辦去炒麻，用辦來做麻油啊！今日再一次感謝我哋曾健哥帶來按精彩故事中安強嘅麻油哦，多謝。多謝支持，多謝大家，歡迎大家來面農炒料，謝謝。